Hello， 歡迎大家嚟到幣家伙節目，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心仔，大家都係心仔。Bitcoin 報價68,500啊，成個禮拜啦已經，同埋個感覺好似已經過咗好耐。但係我哋望一望個圖表，其實係過咗6日左右嘅咋。但係我哋好似已經過咗好似成個幾兩個月咯喎，喺呢個6萬幾嘅情況，即係呢個難捱嘅時刻係特別漫長嘅。其實一個禮拜前仲係7萬幾8萬嘅位置㗎，陰公無啦啦就步入咗呢個熊市啊！真係無啦啦㗎咋。即係隨住呢個聯儲局嘅主席提名之後啊，金銀暴跌啊30幾%，跟住就到 crypto 啊暴跌一下。即係然後再接住一個叫做單日13% 嘅跌幅啦。咁呢個單日13% 嘅跌幅咧，其實就好多迷思喺裏邊嘅。即係睇新聞上邊咧，冇特別話有啲咩情況發生黑天鵝啊、利空啊，完全冇特別嘅消息。然後咧就出咗呢個 post， 就話俾大家聽。暴跌嘅真相究竟係發生咩事？然後咧喺16年內啊 ，Bitcoin 啊第463次死亡啊，即係呢一次跌10幾%啦。如果由高位計咧，其實跌咗50% 啦。Bitcoin 由126000去到最低位61000啦，插針嗰啲位。咁啊，而家叫68000啦，其實都接近50% 噶啦。咁啊，又有一班人又話 Bitcoin 已死啦。咁啊，歷史以嚟16年咧，就已經463次 Bitcoin 已死㗎啦。然後有趣嘅 point 嚟啦，就係每一次暴跌，你入100蚊落去咧，經過呢463次之後咧，你嘅總回報啊係有呢個7300萬㗎。即係無論呢個100蚊係港紙定美金啦，總之個 percentage 就係7300萬。咁463次嘅100蚊咧，咁乘翻率就係4萬幾蚊啦。4萬幾變7300幾萬，咁呢一個咧就叫做Bitcoin is dead 嘅一個網站，咁大家可以自己上網去睇睇啊，歷史上邊 Bitcoin 死咗幾多鑊，然後你投資100蚊會有幾多？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有趣嘅網站啦。咁有啲時間線啦，又有啲批評啦，邊啲人話 Bitcoin 已死係最多次啦。咁大家可以自己上網揾下啦。咁然後邊個殺死比特幣咧？咁自己去翻呢一個 IG post 度睇啦。咁報完 Bitcoin 價就報呢個 ETH 價啦。2010啊，2000蚊美金。失望啊！ETH 由2024年失望到2025年，再嚟個26年，一開波就失望。咁冇辦法。即係事實就説明一切，價格亦都反映一切，咁所以有買到 ETH 嗰啲就慘豬啦。但係慘豬之餘咧，其實以個價錢嚟講咧，差唔多係去翻叫做4年幾前啊、5年前啊、21年啊，去翻21年嘅時候個價。咁呢個位咧，我覺得有一個好大嘅 point， 跟住其實同 Bitcoin 一樣啦。Bitcoin 去翻6萬幾都係21年最高位嗰啲 moment 啦。呢度有一個有趣嘅 point 係咩咧？就係如果我哋 Bitcoin 或者 ETH 啦，我哋喺呢個歷史高位啊，叫12萬幾嘅時候，大家都會慨嘆：唉，如果翻去5年前就好啦。嗰陣時 all time high 6萬幾啊，去到12萬幾都仲有1倍嘅回報啊！呢一個有趣嘅觀點咧，只需要用咗3-4個月，實現啦！俾你翻去5年前。好啦，個問題又嚟啦。咁你買唔買 Bitcoin 咧？你買唔買 ETH 咧？呢個就係情緒啦、信仰啦嘅一個考驗啊。係咪時候入嘢咧？定一話仲有得跌到去4萬幾5萬咧？會唔會嗰陣時先入咧？當其實我哋模擬咗呢個畫面出嚟嘅時候咧，個答案其實呼之欲出。咁圖表分析我哋留最後啦。咁而家我哋睇一啲新聞先啦。一嚟睇呢個比特幣現貨 ETF 啊
現貨 ETF 琴日啦，淨流入億幾喎，唔錯喎，有淨流入喎。上個禮拜五啊，即係大暴跌嗰一日啊，6號啦，都係淨流入喎，3億幾喎淨流入。前一日大暴跌嘅前夕啦，其實嗰日都重跌㗎啦，流出4億幾啫，只係。咁喺呢2日裏邊咧，即係或者你叫當一日啦。IBIT 貝萊德嗰一隻比特幣現貨 ETF 嘅成交量係單日突破100億美金啊！咁即係代表有好多人喺度買出買入、買出買入、買出去買入咁，發生咗100億咁嘅交易量出嚟啦。咁亦都係去翻啱啱呢一個 post 啦，就講緊究竟點解會有一個咁嘅暴跌？咁其實就關呢個比特幣現貨 ETF 事嘅。咁呢個就大家可以去睇嗰個新聞啦。咁然後我哋又睇睇 ETH 嘅現貨淨流入定因為淨流出啦。琴日係淨流入5000幾萬嘅，上個禮拜係流出嘅。咁啊 ETH 個量都開始好細啊，即係講緊流出唔多。咁就比起呢個 Bitcoin 就叫做差好一大截啦。咁然後有2個睇法啦，一嚟就係 ETH 唔係好受歡迎啦喺個成交量上面。第二個睇法就係可能冇乜人賣出 ETH 喎，喺呢單嘢上面，可能 ETH 係硬正嘢嚟嘅喎，可以有2個角度。咁要求證就唔花時間求證啦，純粹係有個咁嘅數據反應啦。我哋望到由一個淨流出，跟住到淨流入，跟住亦都開始減慢咗，或者叫個量開始細咗啦。嚟緊會唔會又流出翻呢？咁我哋又要 keep 住日日睇啦 farside.co.uk 大家自己可以上呢個網站睇嘅。咁我哋睇一睇新聞先。Wintermute 佢就話加密市場嘅報告 ，AI 就吸走資金 ，ETF 就持續贖回，4大條件決定反轉啦個市場，睇睇有邊4大條件先。呢度就係 Coinbase 嘅日價轉正啊！即係當 Coinbase 嘅 Bitcoin 價開始高於平均市場個價咧，就代表美國個市場嗰邊啲人湧住買 Bitcoin 啦。咁呢個係叫做個日價轉翻正咁其中一個指標啦。另外一個就係 ETF 嘅資金流向反轉啦，即係變翻正流入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一路以嚟次開咪都有講呢個現貨 ETF 啦，都係流出流入，流出流入，即係一係連續幾週流入咁就話勁嘅。咁但係喺呢4個月裏邊啦，10月10大暴跌之後咧，反反覆覆啦，總體都係一個流出啦。基差利率企穩呢一個就好緊要啦，就係期貨同現貨嘅差價咧去翻一個正常水平。點為之一個正常水平咧？咁我睇咗唔同嘅媒體嘅一啲報道啦。咁大概 overall 咧都係講緊1至4% 內期貨同埋現貨嘅價，如果能夠喺呢個 range 裏邊，喺一個急跌啊或者急升嘅情況，喺呢個 range 裏邊咧，都係叫做一個有肉食嘅一個情況嚟嘅。咁要去翻一個所謂正常嘅。如果我哋而家打開一啲 crypto 交易所個 app，我哋望一望現貨個價啦，亦都可以去一個期貨嘅位度望一望，究竟差幾遠，我哋又知道啦。現貨需求回歸啊，就係散戶同機構真實買盤啊，重新入場啊，而唔係啲槓桿友，即係做多做空100倍。咁現貨就係最實實正正，我買嘢，就好似唔同嘅國家主權基金啦，去買黃金一樣。喺過去2025年啦，咁印度啊、中國啊唔同嘅國家度 keep 住係咁買黃金，令到黃金升咗60幾%啦，即係1年裏邊。咁白銀仲勁170幾%啦。咁呢啲都係叫真金白銀買嘢啊，買翻嚟就擺喺度嘅一個操作。咁 Bitcoin 係需要呢樣嘢，而冇發生到。咁當呢4大指標反轉咧，咁就fit 住啦，可以上翻去啦。咁我 overall 睇完呢4樣就好虛啦，即係虛嘅意思係
有啲難度啊，即係可能個價上翻10萬嘅時候，我哋就發現，喂，呢啲指標轉翻晒喎。但係如果喺未上翻10萬之前，即係而家呢個68000嘅位，完全望唔到有任何嗰個起色啊！咁呢個係嘆氣嘅位啦，虛嘅位啦。另一個新聞，真正嘅底部仲未到，專家就話比特幣將會迎嚟一個投降式嘅拋售，最後一跌，終極一跌啊！究竟係邊度呢？真正嘅底部咁啊，睇下啦。一個衍生品總監啊，佢就講，現貨同期貨之間嘅價差就係啱啱個新聞嗰度有提到啊。佢就話並未出現過往熊市常見嘅劇烈變化，即係喺啱啱呢一個星期即係下跌嘅期間。咁佢就話呢個期貨嘅基差基本上係冇出現過應該要有嘅反應，就係抹得好開。期貨個價急跌啊，應該哇跌得好勁，然後現貨個價即係追唔上個跌咁啊，應該會有個差價喺度，應該會出現一個咁嘅情況。但係話冇喎，咁佢就話往往熊市咧都會出現咁樣嘅情況嘅。咁啱啱呢一轉跌咧係冇嘅，咁代表咩咧？代表真正嘅熊市未嚟啊！呢個就係佢嘅角度，佢嘅 point。會唔會有另外一個解讀就係，咦？今年可能個熊市同往年唔同喎，即係唔係今年啊？今轉嘅熊市同往年嘅熊市唔同喎，因為真係有機構入場喎，會唔會晾得住個價，所以令到件事冇咁個差價冇抹得咁開啊？會唔會係咁啊？咁亦都有一啲咁嘅講法啦。咁呢個就係佢形容嘅，就係相信仲有一個底。佢形容往每年唔係每年每次嘅熊市都會一樣，就係個差價會抹得好開。今次嘅下跌未有，所以呢一次嘅跌唔係熊市嗰隻跌嚟緊。佢相信仲有，好得人驚啊！究竟會跌到去邊啊？啊，呢度就有提到，佢話嗰個期貨嘅基差就係4% 左右，就係呢篇新聞有提到嘅一樣嘢啦。咁就我哋了解到佢嘅觀點啦，就係從一個期貨同現貨嘅價上面望。好，另一個新聞就係 Chainlink 嘅創辦人，佢就話今次熊市唔同啦，跟住 CryptoCon 就潑冷水啦，升唔喐啦，比特幣。咁Chainlink 創辦人佢就講咩咧？佢就話呢一次嘅冧檔同之前熊市嘅冧檔咧，個唔同就係之前 FTX 爆炸啦，啲借貸平台連環爆炸啦，係一個系統性嘅風險啦。而今次嘅跌咧，冇任何危機出現喎，除咗個價跌，成個市場上面即係個幣圈幣市冇話邊個執笠邊個大鑊豬豬，即完全冇呢啲嘢喎。咁佢就形容呢一次咧，係一個好穩定嘅跌法，亦都相信同以往會唔一樣啦咁樣。咁然後仲有提到一個叫 RWA 嘅現象啦 ，Real World Asset 啊，真實世界嘅資產，就話陸續上鏈啊。咁啊 Chainlink 就係做一個叫做以太坊上面嘅報價啦，一啲鏈上報價嘅機構啦。咁佢就話喺 RWA 同埋上鏈呢樣嘢，或者叫代幣化嘅呢樣嘢咧，係可以撐得起個市嘅。CryptoCon 就話比特幣目前啊好難拉得上嚟，咁佢用咗一個數據去反映啊。佢話前年24年啊，用咗有100億美金咧資金流入，然後就令到比特幣嘅市值咧可以擴張260億，即係100億嘢可以撬喐260億嘢咁樣啦。然後到上年25年啦，有3000億美金流入喎，而個市值咧反而係升得1000億啫。即係你用一個勁大嘅量3000億，但係你就係喐到1000億，點解反而細咗咧？咁佢就話個賣壓太過沉重啦，抵消晒啲新資金入嚟啊，所以令到嗰個比特幣嘅乘數效果失效，咁啊好多 DAT 啦都難以推動個價去升啦。咁呢個就係 CryptoCon 去潑冷水啦，就話唉升唔喐啦而家。咁啊睇完一大輪，即係有啲人睇，即係覺得熊市夠啦，去到呢個位，有啲話仲有得跌啊咁樣。往往每一個價，無論係6萬、7萬、8萬、9萬、12萬都好，都有人話哇呢個位係高，呢個位係低，呢個位係高，嚟緊係升啦，嚟緊係跌。
啲咁嘅 noise 啦，有啲會係準啦，有啲會係唔準啦。咁我哋要自己去判斷，即係我哋自己心裏邊有冇個底？個底係咩咧？就係我哋手頭上如果要玩 crypto 或者投資，我哋嗰個 capital，我哋嘅本金能唔能夠撐得住而家所謂嘅熊市？我哋捱埋得住咧？如果仲有得跌，我哋仲有冇子彈入咧？呢啲係我哋自己可以判斷。市場嘅我哋冇辦法預測，亦都估唔到嚟緊會點。但係如果我哋能夠做一個叫做最好嘅準備，最差嘅叫咩啊？最差嘅打算啊，最差嘅期待啊，做一個最壞嘅唔知乜啦，然後一個最好嘅準備，咁我哋就可以喺呢個 situation 上邊咧，叫做冇咁易冧檔，永遠都要保持有資金，唔好 all in。只要你一日有返工，你有收入嘅話，你100蚊都可以入到落呢個 market。就正如呢一個網站咁，每一次大暴跌，你入100蚊落去，經過400幾轉，搞掂。400幾轉係講緊16年嘅時間。你諗一諗自己有冇16年嘅工作生涯喺你面前？如果有嘅話，即係每次跌你都係入100蚊，total 都係入你4萬幾蚊啫。即係4萬幾蚊除翻16年，即係講緊，哇好難除，即係一年都係講緊4000蚊啫喎。一年4000蚊，即係除翻12個月，即係可能你一個月入4嚿水啫喎。呢件事大家又做唔做到咧？如果做到嘅話，呢一個7000幾萬就將會係屬於你嘅。好，嚟到最後啦，我哋嚟呢個圖表嘅分析。Bitcoin 喺呢一個畫面上面，大家見到啦，有2條綠色嘅條條啦。呢條綠色條條咧就係7萬蚊至7萬2嘅位置。咁呢個7萬1至7萬2嘅位置咧，就係屬於咩咧？屬於邊個位置？我畫出嚟咧，就係屬於呢一堆嘅阻力位，呢一堆嘅阻力位，呢一堆嘅阻力位。然後畫出嚟嘅綠色條條，然後一路延伸過去呢邊，我哋望到而家叫做跌穿咗，然後有個回踩上翻嚟，正正就係呢條綠色條條去阻住佢。呢個係 daily candle 啦。如果我哋 zoom 近啲望咧，我哋發覺過去嗰4日咧，其實個影線都上過7萬蚊呢個位，但係偏偏就上唔翻去。咁呢個時候咧，就有個警號要響起啦。個警號就係突破回踩，跟住點啊？最順理成章就係繼續向下跌。咁如果我哋向下望嘅話，下一個支撐喺邊咧？咁呢度我畫咗一條橫線。呢條橫線咧就係根據之前嘅呢個支撐位啦，呢一堆嘅接觸點啦，接觸點即係上上落落嘅位啦，呢一個支撐位啦。呢一度跌穿咗冇支撐啦，呢度有影線嘅支撐啦。咁根據呢個位咧，有好多接觸點。一多接觸點咧，我就認為呢一條橫線係屬於一條有效嘅橫線。有效嘅橫線應該會提供到一個支撐嘅。呢一個位置係幾多咧？就係6萬蚊正啊，即係一啲齊頭數嘅心理關口嘅數字啦。6萬蚊正。如果6萬蚊正穿咗嘅話，咁點咧？咁我哋可以再望下一級，就係呢一啲嘅支撐位、收盤位置、收盤位置。咁呢一個位置就係屬於53000蚊至到55000蚊，即係我哋而家 summarize 一下，7萬呢度阻住咗。跌落去咧就6萬，再落咧就係53000至55000。咁呢一度就有2個叫做向下睇嘅目標價。你手頭上嘅子彈有冇辦法可以喺呢個位度入住咧？呢個位入住咧？呢一個就係所謂嘅 planning。如果你 plan 咗個價跌落去，你有得入嘅話咧，咁證明下跌嘅時候你唔會灰心。你會覺得預咗啦，喺我嘅計劃裏邊已經有呢個安排啦，就係入嘢咁樣。呢個就係計劃可以令到你個心安定啲，令你瞓覺嘅時候唔使係咁 check 住個價，即係唔使半夜起身又開個 app 又望，起身又望個 app。
你能夠瞓得一餐好嘅，就係你有冇準備。咁呢個就係圖表上面可以帶出嚟嘅一啲信息啦。咁然後我哋亦都望上星期嗰鑊嘅跌法咧，就係正正跌到落6萬呢個位，然後收盤收到喺上邊呢個位置62,900，即係接近63,000嘅位置。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要判斷個市會唔會升翻咧，最理想當然係咩咧？就係一個 V 型反彈，咁樣升翻上去啦，係咪？咁可惜而家呢度7萬蚊有個阻力。咁呢度有幾個畫圖方式可以判斷一下嘅。首先，我哋可以分兩個位。第一，呢個係一個叫階段性嘅高位；另外一個呢度都算係一個階段性嘅高位。我哋就可以拎一個叫黃金比例去度一度佢，究竟由呢個位置跌到落去影線下邊呢個位置，咁樣跌落嚟有個 V 型反彈，個 V 型反彈應該可以去邊呢？就係上翻去一個叫50% 至61.8% 嘅黃金阻力位置，就係75,200啊至到78,900嘅位置。而家我哋就喺7萬度棘住。如果係靚嘅 V 反，點都會去到呢啲位嘅，呢啲位置先可能會掉頭再落嘅啫。咁而家遠遠未去到呢個位啦，咁所以叫卡關，卡緊一半，卡緊喺呢個齊頭7萬嘅位置。好啦，我哋啱啱又講到另外一個階段性嘅高位，就係邊個呢？就係呢一度97,000嘅位置。呢個高度咁跌落嚟，基本上可以話係冇任何反彈出現過嘅。呢度咁跌落嚟啦，橫一陣再跌啦，升翻少少又跌啦，橫一陣啦再跌啦。我哋望到係冇任何 V 反嘅嘢出現過，係冇啊。咁所以我哋畫呢一個位呢，一路跌落嚟，如果出現一個反彈，應該係會上翻50%、61.8% 呢個位，就係78,900至到83,300。所以而家68,000至69,000呢個位呢，完全唔能夠稱得上係一個叫反彈嘅情況啊！叫做輕震一下啦，打個尿震啦，即係咁樣跌完落嚟就打個尿震嘅啫。正常嘅反彈應該係可以去翻一個50% 或者叫61.8% 嘅位置嘅。好啦，望完呢一個位置，我哋就知道如果反彈，我哋目標位喺邊會有阻力，先再掉頭跌。咁但係而家係呢條綠色條條遇到個難關啦，咁啊會唔會出現一個所謂嘅突破回踩繼續跌呢？如果繼續跌就係6萬係其中一樣啦，另一樣嘢咧就係呢個63,000嘅位置。通常下跌咧點都會有個反啦，呢個就係啱啱所謂嘅打尿震嗰反。反完如果再跌嘅話咧，第一個關頭就一定係前一個低點嘅收盤位置，就係63,000。所以如果我哋望跌嘅話咧，63,000會係第一關，而唔係齊頭6萬，唔係55,000，唔係53,000嘅。如果能夠喺呢一個位置企得穩咧，咁啊開心豬豬啦！呢個開心豬豬代表咩咧？就係代表緊一個 W 底啊，即係一個雙底啊。當出現一個雙底咧，我哋就可以睇升啦。嗰個睇升嘅咧，就係可以根據翻個底位同埋個 W 頸線位，然後擺喺突破回踩嗰個位置。呢個位置大概係幾多咧？就係78,500嘅位置。所以我哋而家望嘅就係我哋而家卡緊喺中間呢個位，唔上又唔落。如果跌嘅，我哋要望63,000呢個位置，可能係一個入貨嘅位，搏佢一嘢叫咩呢？叫 W 反彈，然後又會喺呢個7萬蚊頸線嘅位置遇到難關，能夠順利突破嘅話呢，咁就可以睇呢個78,000啦。咁喺呢一個咁早期嘅情況啊，即係而家我哋卡住喺中間半天吊咁嘅撲街，就好似回魂夜咁啊！而家喺天台咁，而家點算啊？所以距離上翻去呢個所謂嘅78,000咧，係有排捱啊！我哋唔知喺呢個位要徘徊幾耐啊！咁啊，啱啱提到63,000呢個位啦，
有機會係好慢咁陰跌去63000，呢啲先係難捱，陰跌先係難捱，然後先上翻嚟，個上未必又係 V 反上喎，可能又係咁陰升上翻嚟，咁然後形成一個所謂嘅 W 底，W 底已經算好啊。如果係頭肩頸係嚟幾鑊咧，咁又要再耐啲啦。已經講緊去到3月幾嘅時候啊，呢個就係有時你睇新聞或者睇一啲財經分析嘅一個 term 啊，用時間換取個空間啊，即係有啲嘢叫橫盤，要用時間去捱一捱過去嘅。咁呢個就係 Bitcoin 嘅情況啦。睇完呢啲叫做畫圖嘅情況啦，最後我哋望下一個 CPR 嘅數據啊。CPR 呢個指標咧，我哋望一望，我哋已經跌咗落去2月嘅第二個支撐位。呢個第二個支撐位係幾多咧？61000嘅位置，然後我哋卡住嘅就喺70000蚊第一個阻力位啊。支撐位跌穿咗之後咧，其實係一個阻力位。咁我哋能夠突破到上呢個70000之後咧，我哋眼望上邊2月嘅平均數咧，係講緊81000、84000、86000。我哋2月其實應該要喺8字頭㗎，唔應該喺6字頭㗎。咁2月呢個麗星嘅月份能唔能夠可以上翻去8字？希望得啦。而家得翻叫做半個月時間多啲啦。如果望升其實有好大嘅空間。咁望跌會唔會跌到第三重嘅位置48000咧？咁有啲叫做專家啦、分析師啦，咁都有講，哇48000可能係個底部啊。其實佢哋睇緊嘅指標可能就係呢一個。咁如果再跌嘅話，61000呢度會有個支撐啦，形成一個雙底咧，希望可以反到上去啦。然後我哋望一望對上一轉能夠叫做掂到嗰個月份嘅紅色第二支係幾時咧？就係呢個11月嘅時候，紅色第二支。然後平穩咗一段時間橫盤，然後又 drop 咗落去，又掂第二支。如果我哋要揾翻呢一個時期咧，係大概幾耐之前咧？係講緊5年前牛市嗰一個位，係啊，牛市嗰一個位，就係之前21年呢一轉跌法。橫盤一陣，再一轉跌法，呢兩個位置就係跌落去第二支嘅情況。我哋望一望 all time high 最高位69000，然後跌落嚟，第一支卡關，影線又插到第二支，然後再第二個月穿第一關，未掂到第二支，跟住橫盤一段時間啦。跟住，然後又一下急跌，個急跌咧直情係穿埋第二個支撐位，邁向第三，但係冇掂到嘅。然後就去到下個月啦，又衝去掂多次第二個支撐位。講緊灰豬豬到爆，嗰一年就係22年嘅超級大暴跌 ，FTX 爆炸 ，Luna 爆炸 ，FTX 爆炸就喺呢一個位置，11月係掂埋第三個支撐位。即係我哋而家去翻5年後嘅今日，你話我哋係咪喺熊市咧？我認為跌咗50% 都紅㗎啦。即係你話呢個係牛市中段嘅修正，越嚟越渺茫啦。其實我哋隨住時間嘅變化都知道個價跌30% 都可以話係一個叫做市場嘅修正，但係跌到50%，我哋要面對個現實，紅咗啦。唔好再呃自己，仲係牛市嘅中段，而家紅咗啦。咁但係呢個熊市會唔會係維持1年咧？定係話呢次嘅熊市可以叫短啲咧？當然我期望嘅係呢個熊市係短啲啦，可能幾個月後已經升翻上去，完咗啦個熊市，最開心係咁啦。但係要預一樣嘢就係，可能而家就係一個熊市嘅開端，跌去第二支支撐位，跌去第二支支撐位。嚟緊有冇嘢會爆炸令到佢再急跌咧？咁正如頭先嗰個新聞提到啦，今次嘅跌係冇任何crypto 產業嘅公司爆炸嘅，咁呢個係值得慶幸嘅。
即係冇一個燃料令到個價再冧落去。只有啲咩咧？只有啲槓桿同埋去槓桿化嘅令到個價冧嘅啫。但係已經叫使咗50% 咯喎，仲有冇嘢冧咧？暫時其實就唔太覺，但係我相信都要一段時間去波動一個所謂嘅橫盤。最後我哋睇一個指標就係 Bollinger Band。Bollinger Band 就最好睇、最好望，究竟個價會唔會一個橫盤嘅現象？當出現橫盤咧，就可以判斷佢出方向啦。咁而家我哋望到啦，不斷貼住個底落啦，然後我哋仲未上翻去個 middle band 啦。先報價先 ，lower band 係幾多咧？62,000，middle band 係79,000啊 ，upper band 係96,000。我相信個 middle band 繼續扯落嚟啦，然後可能呢一個價撞翻個 middle band 之後，可能再掂一下 lower band。然後先能夠上翻去，咁啊形成所謂嘅 W 底。咁呢個就係 Bollinger Band 可以帶到嘅一啲啟示俾我哋。我哋望下之前呢度掂到個 lower band 啦，上中線，掂 lower band 上中線，貼住個 lower band 去上中線，跟住然後跌翻落嚟 lower band、middle band 上頂線 keep 住落。middle band 係一個好好嘅指標俾我哋望住，而家79,000。距離而家10000蚊嘅間距，即係10%、14% 左右啦。我哋希望能夠有力可以推返上去，就係一班機構啦、一班大鱷啦、一班巨鯨啦，覺得喂6字頭嘅 Bitcoin 5年前嘅價喎，仲唔入？咁strategy 微策略，上個禮拜掃咗貨1000零粒 Bitcoin，Bitmine 掃咗4萬粒 ETH。其實呢兩間 DAT 咧 keep 住入嘢，咁佢哋嘅玩法就係有子彈提手，逐個禮拜DCA， 即係呢個 Dollar Cost Averaging， 就係平均成本法。咁我哋作為散戶，咪參考佢啲方法咯。咁就係分住慢慢入，出糧入少少，出糧入少少，當儲錢咁。頭先計咗嗰條數啦 ，Bitcoin is dead 嗰條數，一個月都係入你400蚊啫。16年後你就7000幾萬㗎啦。好啦。今日就分析到 Bitcoin 嚟呢個位啦，費事個 YouTube 片太長啦。咁中意嘅就 like、subscribe、share， 俾更多人知道有條咁嘅片存在啦。咁就星期4嘅直播，我哋再見，拜拜。